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9，诗篇142篇50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我捌对你哀求，我讲，你是我躲闪的所在，伫活人的地，你是我的基业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的基业，是阮躲闪的所在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，愿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的人民甲同在。伫阮的心充满哀伤甲痛苦，伫生活中感觉充满济重大的事。主啊，愿知只有你了解阮的苦痛，也知影阮其实无力通担。主啊，愿只有求你怜悯阮，求你怜悯阮。主啊，这时阮的艰苦无地讲，阮的苦痛只有你知。主啊，求你听阮的声，因为阮捌对你哀求。阮要讲，你是阮躲闪的所在，伫活人的地，你是阮的基业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